詠春係一套以柔制剛嘅功夫，也即係話用小嘅力能夠應付大力嘅人。要達到咁嘅效果，最重要係要射去對方攻嚟嘅力量。尋橋呢一節就係充分利用轉馬去做到呢一點嘅。全節最重要嘅功夫呢嘅手法就係利用一隻手做綁手，一隻手做護手，轉馬去射開對方。最重要嘅一點就係護手出手嘅時候，千祈唔好用力，唔好利用自己隻綁手逼開對方隻手，而係留住對方嘅手，更加要放鬆，而知道對方嘅知覺，知道對方準備下一步點樣去對付，而作出適當嘅反應，呢個係最為重要嘅。尋橋嘅第二節係第一節嘅延續，因為第一節主要就玩綁手，第一節係企定嚟玩嘅，第二節係喐動嚟玩嘅，另一個第二節係有一下直腳。尋橋嘅第三節同第二節一樣，首先踢一隻腳，而一下隻腳係用力掟出去嘅，然後用三下低綁手，三下低綁手之後就收拳。最後踢一個側身馬、側身腳，撳三下手，打三拳，然後收拳，完成整套動作。